美国职篮 NBA 达拉斯独行侠球星诺维茨基 Dirk Nowitzki 生涯得分今天超越张伯伦，独居联盟史上总得分第6。他靠精准长射让人一改对常人球员印象，也为篮球带来新风格。现年40岁的德老诺维茨基在达拉斯打了21个球季，本季可能是他最后一季。他今天在独行侠主场只需拿下4分，就能超越生涯总得分31419分的张伯伦 Wilt Chamberlain。诺维茨基在第一节还剩8分33秒，靠一记16尺跳投达成里程碑，也让主场球迷为之疯狂。接近达标时刻，球迷们纷纷起身迎接历史性一刻。诺维茨基全场的8分，生涯总分来到31424，可惜独行侠中场125比129不敌纽奥良鹈鹕。诺维茨基现在生涯总得分仅次乔丹、Michael Jordan、詹姆斯、LeBron James、布莱恩、Kobe Bryant、马龙、Karl Malone、贾霸、Kareem Abdul-Jabbar 等人。史上得分王贾霸则是唯一一位得分比诺维茨基高的7尺长人。诺维茨基的跳投和3分球能力改写了 NBA 的面貌，在他和中国的姚明之前，大个子球员从来不具外线威胁，诸如欧尼尔、Shaquille O'Neal 和尤因、Patrick Ewing 这类7尺长人多半是在禁区卖高，或是近距离转身投篮。诺维茨基尚未决定本季结束后高挂球鞋，但一般预料他将在打完本季后退休。